全台西来庵办理做十来回，已经迈入第12冬。今年活动同款选择咧农历71天举办，参加青年朋友穿着状元衫，2只毛巾象征长大人。活动充满趣味又有意义，吸引真侪家庭报名参加。希望小朋友可以借由这个习俗，然后更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化，然后也能够让他知道说，长他16岁以后要身负更多的责任，这样子。妈妈的小期望这样子。我们第一次在这边办因为住这附近，然后觉得一直看他们的 FB 啊，然后一些活动，每一年的16岁办得不错，所以第一次来体验觉得真的也还不错，还蛮推荐来这边办16岁的。市长黄伟泰一透早嘛特别来到西来庵为青年朋友做发证，并伫咧民政局长江林煌、副局长吴明熙、北区区长李煌新、市员陈怡贞、沈振东以及西来庵董事长詹正义等人的陪同之下，伸向西来庵5户大地参拜。今仔日会使讲非常的欢喜，甲感觉个人非常大的荣幸，来做伙观礼咱全台西来庵做16岁这个传统民俗重大活动。当然做16岁的历史渊源吼，大家已经非常了解啊。咱即摆嘛要推动这个18岁公民权的入宪，所以咱伫11月26日的时候要进行宪法复决，那希望说大家都来支持，感谢西来庵能够举办这个16岁这个民俗活动。市长黄伟泰表示，伫传统礼俗文化渐渐式微的现代社会，台南市第一个做十来岁习俗，由父母长辈陪着囡仔，透过传统科仪的举行，让囡仔伫71天留下难忘的十来岁成长记录。分享生命成长的欢喜，也让子女体认到家己对着个人、家庭以及社会应尽的责任，达到传承善良风俗的社会目的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